唔知大家最近上網見唔見到嗰啲關於香港女太空人嘅女權小作文呢？真係笑死我，忍唔住要點評一下。第一種就係扮晒中立嘅，話無論女太空人來自咩地區、咩政治立場，都值得人尊敬。咁太空人嘅政治立場可唔可以係支持民主啊？咁如果佢係黃嘅，你估佢最後會入太空艙定係入監倉呢？跟住佢仲話，如果因為一個人嘅性別、地區、政治，就否定一個人嘅能力同埋付出，只係代表自己嘅視野狹窄。哇！呢個回力標真係唔知打到邊個啦。第二種就喺度 sell 子宮溫情，話我覺得佢最硬核嘅呢，就係喺度考地獄航天特訓嘅時候，仲要係3個小朋友嘅媽咪。究竟時間管理要有幾頂級先可以做到呢？你知唔知道時間管理大師呢個梗係邊一度嚟？唔講我仲以為你諷刺緊佢，話佢為咗響應國家嘅生育政策，不惜一路考航天特訓，一路瘋狂幫自己生仔，所以係時間管理大師。佢仲話揀女太空人要生育過嘅優先，因為一入隊4至5年根本冇時間生。哇！呢句話真係細思極恐啊！即係作為女性，無論你個航天夢幾偉大都好，都敵唔過女性嘅天職。你首先要做好咗女性嘅本分，生育咗先好再去追求夢想。好心啦，呢個邊個度價炒咗佢啦？請我啦！你要轉跑道搞偽女權，唔該寫翻啲好啲嘅稿啦。仲有呢個寫埋啲小學生作文喺度懶感動，話黎嘉瑩點樣由實驗室殺到去離心機，由警署殺到去太空艙，一關一關咁樣殺出去。我真係好欣賞佢用個殺字，係特別具象化嘅。由警署殺到上太空艙，唔知 Madam 孭住幾多條人命呢？不過都唔夠你國家勁啦，由北京天安門殺到去香港太子站，由李旺陽殺到去劉曉波，係咪先？最後仲要加埋句，冇人送佢上去嘅，係佢自己一步步咁行上去，自己行上太空啊，都唔知噏乜春。呢啲物理一定攞 U， 中文勉強攞個3啦，不過公社科呢就可以攞5星星啦。好啦，幫國家背書嗰啲偽女權你夠鐘收檔啦，不如你先關注下內地被拐賣嘅婦女兒童啦，仲有嗰啲幼稚園就要陪領導上太空嗰啲小朋友啊，不過佢哋上嗰啲就唔係呢個太空咯。最後祝福幾位太空人一路好走啦，唔係重獲自由啊，係咁先，拜拜。